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主日的时会当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这是请咱做伙来吟诗学罗上帝。赞美请橄榄诗班来赞美，因要唱的诗歌《俄罗伊》。请咱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69首，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Thank you.
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祝福甲拯救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学了你对土粉来创造阮人类，各种上宝贵的活气分入阮的身躯，互阮成做一个有你形象的人。阮感谢你看重阮，互阮有生命的价值，甲生存的尊严。阮知，阮活伫世间，毋是单家己伫活尔定，乃是基督你的灵伫阮身上，阮的社会甲即个世界伫活。因为你奇妙的创造，互阮得到真大的启示。你爱阮活了有尊严，叫阮着爱好好做伙，甚至吩咐阮爱为着软弱的人，也是阮的朋友，放下性命，真心、真力、真意来听厝边亲像家己。天父上帝，阮真见笑，不但无照你的旨意去行，却有济的私欲、偏见、嫉妒的念头，逼到阮的社会充满冲突、怨恨甲伤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甲罪性，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洗清、勇壮阮的心智，通互阮勇敢来完成伊所交托的使命。听阮人类的上帝，今日是关怀主日，少年教会伫过去的日子，一直拢得到你奇妙的引带。第20几年前，有机会参与伫社会的工作，互阮成立思想关怀基金会，帮助济目睭无明的朋友，也伫三芝设立老人安养护湿地园区。透过这个事项甲发展，伫1年外前，搁伫新庄设立相连社会福利机构。阮所做的事工哪来哪济，阮确信这是主你爱阮为了这软弱的人所做的工作。阮要呼吁邀请更较侪人以及社会企业做伙来关心支持这个事工，通互这群受社会忽略、孤单的老人得到照庇的照顾。同时，阮也要借着释放的机会，将你宝贵的福音宣扬出去，真做更较侪人的愿望甲祝福。那这时，求你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专心来敬拜、听你的教示，加添阮的智慧，不但互阮明白，也帮助阮用行动来实践你的诫命，通互阮更较有机会来回应你的听甲宝贵的拯救。阮安尼祈祷无够野，我们齐声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王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面像伫天里。阮的日食行的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你传地起，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万灵、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
就是要来启用交托启用文32篇，伫圣诗的后面48页。启用文32篇，伫圣诗的后面48页。对耶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影。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计划甲能力的神，一声，伊要掠敬畏耶和华做后裔。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来审判，伊要用公义审判丧向人。用喙中的管拍世界，公义要做伊的腰带，豺狼要甲绵羊仔三角大，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牛甲熊要三角只，成年的囡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空口，伫我的圣山的遍地，因为人捌耶和华是财目，要充满地上。这是迦南诗班要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要唱的诗是军队光的人。
谢嘉南师班，本主日拄好是嘉南师班成立20周年的纪念。感谢牧师娘以及所有的团员的侍奉，愿上帝祝福纪念恁一切的侍奉。这时，请咱三角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35章第1节到第10节。以赛亚书35章第1节到35节。现在中文译本是600页，台语汉译本784页。以赛亚书35章第1节：沙漠要欢喜，荒野间的花蕊要大开，沙漠万紫千红，欢喜快乐唱歌。伊要亲像黎巴嫩一样壮丽，亲像加密沙伦一地遐肥。人人要看见上主的荣耀，看到咱上帝的威严。恁着爱互软弱的手勇壮，互无力的骹徛直。着甲失望的人讲，着坚强，毋通惊吓。上帝要来拯救恁，伊要用恁的对德报仇报复。迄个时，痴迷的要看见，唱戏人的要听见，摆骹的要亲像鹿跳跳，下狗的要唱歌，旷野要溢出大水，沙漠要流出甘泉，炎热的沙漠要变成水池。打扫的地要有水源，野狗徛起的所在要生出青草甲芦苇。要有一条大路，伊要叫做圣洁的路。侪人袂话行这条路，愚公的人袂话伫这条路顶头。迄个所在无有狮，也无有野兽。上主拯救的人。要对这条大路倒转去，受上主救赎的人要转去到耶路撒冷，欢喜快乐唱歌，因要欢喜快乐，无过忧愁悲伤。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今早起，咱的主任牧师要宣讲的信息是听的教会。听的教会，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佮引带咱来到伊的面前，透过伊的话，要互咱领受祝福。牧师来到双连教会已经有接近1冬的时间，我常常咧想。一件事就是，上帝到底爱互双连教会成做一间什么款的教会？咱双连教会伫这个所在成立已经超过100冬。我常常咧想，咱的教会爱思考上帝的心意，互教会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成熟，更加会当荣耀上帝的名。所以牧师伫这个要满一冬的进程，我愿意搁一遍甲大家做伙来思考，咱的教会应该爱做啥物款的准备，互咱的教会真真正正会当成做上帝所欢喜的教会。今日同时也是咱的关怀主日，那么关怀咱教会所做的各项的社会服务工作，透过安尼，互上帝心意落实伫咱的中间。那么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帮助。亲爱的主，阮恳求你帮助阮，当阮用安静的心、用较无的心咧领受的过程中间，求你帮助阮排除一切阻挡阮领受你的话
的一切因素，互阮会当注意专心伫你的话语顶面，透过安尼来领受祝福。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牧师感觉今仔即个信息是非常重要，所以以后大家爱用心来领受。咱伫周报18页中间有即个咱的信息的大纲，咱会当来使用。咱差不多每一个礼拜，咱拢有新的朋友来到咱的中间，牧师拢会伫即个补充报告的时阵，进前来介绍这个兄弟姊妹，互大家明白。然后，这兄弟姊妹，咱会欢迎伊到贵宾室的所在，爱望的同工来因介绍。我最近常常咧想一个问题，就是这新来的兄弟姊妹，这新来的朋友，因是安怎看双连教会？因是安怎了解双连教会？第一遍来到咱的教会的兄弟姊妹，因是安怎了解双连教会？昨咱教会拄好有举办一个真理之光的读经研习会，牧师有参加。中途咧休困的时阵，我就落去九楼，落去办公室。突然间听到后壁面有人咧讲话，因讲这双连教会真强。我想讲来听我啥话是啥物真强？伊讲灵气真强。这是因对双连教会一个真特别的印象。但是当咱有朋友，但咱请问讲，双连教会是啥物款的教会？也是讲，当新的朋友来到咱的教会，咱要因安怎介绍教会？所以伫遮有两个问题，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如果若有新的人来到咱的教会中间，你要安怎介绍教会互伊？咱的教会到底有啥物款的特质，会当互咱介绍互伊？然后咱来思考第二个问题，就是讲，那安尼，当伊愿意来到咱的教会中间，来到咱的中间，咱安怎才会当成做这新的朋友的祝福？因为教会设立的目的，也毋是要互人得到祝福吗？所以咱会当做啥物款的代志，互教会发挥啥物款的功能？互这个人来到伫咱的中间去领受上帝的祝福。今仔所读的经文是一段描述愿望的经文。先知以赛亚透过这段经文，伊咧鼓励未来将要受掠的犹太人。伊咧预言讲，咱的国家将要被灭掉，但是你毋通放弃愿望。虽然国家会被灭无，但是上帝要搁一遍来复兴因的国家，所以这首歌也被称作复兴的歌。咱要透过这段经文来敲找复兴的愿望，也借着这段经文来思考安怎向人介绍咱双连教会。第一项，咱会当达新来的朋友讲，双连教会是会当互你拄着上帝，看见上帝荣耀的所在。拄则经文安尼讲。伊讲旷野甲大沙的地，的确欢喜；沙漠也要快乐。佮亲像玫瑰开花，伊要开花茂盛来欢喜。因要有欢喜甲唱歌。黎巴嫩的阳光，加密甲沙伦的水要归因。因要看见耶和华的阳光，咱的上帝的美妙。先天咧描述迄个复兴的情景，是每一个人拢会当看见到迄个万美，所谓讲欣欣向荣的景状。然后人要对这个景状下面去看见到上帝荣耀。咱今日咱来看咱的教会，如果一间教会无法度互人拄着上帝，就无配称作上帝教会。人来到咱的教会，伫即间教会中间，透过敬拜来亲近上帝，透过敬拜来甲上帝沟通，拄着上帝。所以牧师期待，咱伫每一个礼拜中间，每一个人拢会当把握伫上帝的话语顶面，
透过上帝话来领受祝福。毋简单安尼，咱伫教会生活中间，特别伫团契小组中间，咱也爱用分享上帝话来做主体，用上帝话去安慰忧伤的人，用上帝话互相鼓励，彼此带导。我深信透过即款的教会生活，真侪人会当伫遮看见上帝荣耀，才拄着上帝带来第二项，就是带来生命改变。咱会当逐新来的朋友讲，相连教会是一个会当互你拄着上帝，然后生命得到改变的一个所在。亲像拄则所读的经文讲，恁着互软弱的手勇行，无力的骹头有自在。迄时痴迷的人目睭要开，臭耳人的耳孔要来。迄时摆骹的要掉头亲像鹿，下狗的会志要唱歌。咱仰望咱的教会真正会当为人带来改变，互迄个软弱的人会变成做刚强，互遐有欠缺的人会当得到帮助，会来到教会的人会当得到三种真重要的改变。第一项改变就是心灵上的改变，亲像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恁着互软弱的手勇壮，无力的骹头有自在。教会是一个互软弱的人变成最强壮的所在，因为咱看见着伫圣经中间，每一个来到耶稣基督面头前的人，如果伊若愿意将伊的心拍开，伊就会得到改变。咱也互相连教会产生即款的功能，就是透过借着耶稣基督对上帝遐来的能力，会当灌入伫每一个人的心中，互人的心灵得到改变。当心灵改变了，这人的视野、伊的眼光会得到改变。圣经讲，迄时痴迷人的目睭要开，臭耳人的耳孔要来。这是指一个人生命改变了，心灵改变了，会产生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视野、新的眼光。伫教会生活中间，因为透过上帝的帮助，咱会当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对人生无同款的看法，对着其他的人无同款的看法。过去咱可能真期待别人会当成做咱所期待的款式，但是今仔日咱的眼光改变，咱会当照伊的款式去欣赏伊。过去咱可能比较较容易看见人软弱的所在，但是来到教会，咱因为上帝会听缘故，咱开始会当去欣赏别人的优点，透过彼此优点的贡献，补满咱中间的欠缺。咱嘛无搁再诚做臭耳人，咱的耳孔会当真斟酌去听见上帝的声，咱嘛会当开始学习去听别人讲话的功课，毋简单用嘴咧讲，反倒当是用安静的心来去听别人心底的声音。咱开始学习用积极的态度去欣赏咱的人生，去享受咱的人生，去欣赏咱四周围的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所应允的教诲。然后，咱因为心灵的改变、视野的改变，每一个人的能力也得到改变。圣经讲，迄时摆骹会要掉头亲像鹿，下狗的子要唱歌。这个所在是互人得到能力的所在，因为人伫遮经历上帝恩典，所以原本的真软弱，连骹头虎无力、无法度徛起来的人，拢要跳跳亲像鹿。过去有苦讲袂出的人，伊会当用伊的喙齿唱出恶乐的诗歌，因为咱的能力透过主耶稣基督得到改变。这是教会应该爱发挥的功能。伫我过去服侍的经验中间，常常有真侪人来找我协谈祈祷。伫分享的过程中间，我确实发现，所有的人拢需要耶稣。有一个外表看起来真坚强的人，
其实伊内心充满了精进、犹豫甲软弱，只有耶稣会当为因带来心灵上的改变。我过去捌有一遍的经验，有人介绍一个伫大学教册的教授来找我，问我互伊一寡帮助。这教授伊已经找真侪无共款的宗教，甚至去拜访真侪所谓心灵的大师来帮助伊，真侪师傅来帮助伊，伊拢无法度得到帮助。当伊人介绍来到教会找我，伊讲吼，伊第一眼看到我吼，真失望。伊讲看有一个安尼大口好呆的人出来迎接伊，但是当我将我背后的迄个上帝、迄个耶稣基督介绍互伊的时阵，伊发觉完全无共款。后来我发现到伊加入教会了，伊真用心、真刻薄咧追求，伊的生命就渐渐改变。甚至我对伊的同事、伊的下属、下面，听起着讲，这人来到教会了，完全改变。无论价值观、讲话、言行举止，完全改变。因为只有上帝当改变伊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相连教会爱成做一个会当互人生命得到改变、不断成长的一个所在，互人伫心灵上、视野顶面、能力顶面，拢得到改变。第三项，咱会当来新的朋友讲，相连教会是一个会当为着上帝国来梦想的所在，也是一个逐梦踏实的所在。咱会当伫遮会当完成上帝的心意。亲像拄则所读的经文讲，发出光的沙要变做水池，打扫的地要变做水泉。伫山脚倒咧困的所在，要有青草、芦苇甲蒲草。咱来注意遮，这个发出光的沙吼，这原文的意思叫做海市蜃楼。咱在海市蜃楼是种物理现象，人伫迄个沙漠真热的时阵，会去看到迄个一个幻象，吼，因为这光的折射的问题，去看到讲有城市，还是讲有绿洲伫远的所在，行过发现无。但是圣经中间讲，发出光的沙要变做水池，要变做真实啊！原本的是一个虚幻的景象，但是如今变成做真实。过去伫旷野的中间，要铺出水泉；山到倒地咧困的所在，会生出青草、芦苇。这兄弟姊妹伫相连教会中间，牧师期待大家做伙来起做上帝国的梦想，大家做伙来为主做梦，而且咱会当做伙来祈求上帝，互咱的梦想成真。咱过去敢毋是有即款相款的经验嘛？咱看见着，咱今年是即个相连教会关心长期教会20周年的纪念吼，等下蔡宏文执行长会甲咱做伙分享。咱会关心即长期教会已经20档啊。咱伫20档前看见台湾社会的变迁甲需要，所以有一寡前辈，咱中间有真侪见证人拢伫咱的中间。有一寡前辈看见着即款的情景。看见着台湾的社会迈向高龄化，所以有真侪老大人需要人照顾，所以咱就开始想讲，咱来设立一个安养中心。咱可能在座较打入来的人，咱今日看到迄个安养中心建设了遐尼好，咱无法度想象20档前，迄是澎湖的一块土地。但是因为有一群人去看见人的需要，看见上帝予咱的梦想，因开始投入。开始认真温群做工，所以咱看见着今仔日即个景象，原本是一个那亲像幻想的梦想，但是如今变成做真实，梦想成真。这是咱伫咱中间活活的见证。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继续持续不断去为主做梦，看见台湾社会的需要。咱就尽咱的气力来做，
咱祈求上帝，互咱梦想成功，愿上帝亲自赐福互咱。咱也当甲新来朋友介绍讲，双连教会是一个充满疼、彼此激励的所在。这段经文牧师是上界感动的一段经文。伊讲对小胆的人讲，恁着刚强，毋免惊，看恁的上帝要来拯救恁。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做对失望的人讲，恁着坚强。我毋茫讲，咱的教会是一个真实会当分享疼的所在。教会中间虽然有人会拄着困难、艰苦、忧伤，但是伫教会兄弟姊妹中间，因为彼此扶持，当有人失望、艰苦的时阵，有的人会当将伊抹掉的，对伊讲坚强啊，毋通惊吓，因为上帝要来救你啊！咱就需要将即款的疼落实伫咱的教会生活中间，咱开始学习用扶持的行动代替指导的言语。用鼓励代替消极的话，这种改变会带来一种治疗的效果，互伤心的人得到安慰。亲爱兄弟姊妹，如果咱会当安尼做，上帝听到真正实现伫咱的中间。最后，咱会当甲新来的朋友讲，双连教会是一个互因会当找到生命的路的所在。圣经中讲，伫遐有一条悬的路，这条路要称作圣的路。伫遐的确无使野兽，也无上这条路。伫遐拢无拄着，独独得到赎回的百姓伫遐行。可耶和华救赎的百姓要倒转来，要唱歌来到锡安，得到永远的欢喜做冕旒，要欢喜快乐。忧闷吐气，拢要走去。当咱读到这段经文的时阵，咱够羡慕讲，咱的教会就真做这款的所在。伫迄个所在，无搁再有邪恶的势力，无搁再有亲像使猛兽的对敌攻击，上帝救恩就临在伫这个所在。如果咱若愿意伫遮分享对耶稣基督来的福音，真侪人会当透过咱的分享，去找到拯救的生命的路。所以，双连教会必须要不断去宣讲真理，不断去领人来到上帝面前，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双连教会要成做一个，互人得到生命，得到盼望。互人明白真理，找到活命的路的教会，这是咱的期待。但是最后，牧师要互大家一个提醒：我伫遮已经一冬久，牧师有发现到咱的教会有淡薄的改变。我也相信将来一定会更较大的新业技术要伫咱中间发生。所以牧师今仔甲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就是期待咱的教会真正当诚做安尼。当咱的人介绍讲，双连教会是一个互人拄着上帝、看见上帝荣光的所在，是一个互人生命改变、不断成长，互人会当为主做梦、梦想成真，互人会当彼此相疼、互相鼓励，互人会当伫遮找到道路、真理、活命的教会。当咱的人介绍遮的时阵，咱新朋友一定会充满真大的期待。但是，若新的朋友来遮一段时间了，发觉讲，哇，咱讲的拢毋是事实，而且毋是亲像咱所讲的安尼，安尼着反倒会互人跋倒。所以牧师是何等期待大家做伙为着即个意向来祈祷，呀，真正愿意为着即个意向来尽力。互咱的教会真正诚做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就是会当诚做祝福别人的教会。希望大家同心来为着教会祈祷，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阮搁一遍来思考教会的功能甲使命。
阮恳求主你是稳定束缚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激励，阮尽心尽力来成就上帝的心意伫阮的中间。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请咱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168首，圣诗168首，求主复兴教会，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直接要请咱第一遍来的来宾，伫你座位前有留名卡，请你填写以后，直接摕互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事实咱中间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请咱大家毋免勉强，只是请咱来奉献。
是请咱起立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逐日享受丰盛的恩典伫阮中间。无论是肉体的灵者，也是心灵的更新，拢得到你的看顾。只是阮用感恩的心，将你所享受的才能甲金钱献伫你的面前，求你垂用感纳，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5页。本会消息：本周特别事项第一，本主日为本会所定的关怀主日，感谢福林园区蔡宏文执行长伫3场的礼拜中做事工的分享，特别呼吁兄弟做伙来关心3五相连长照事工。新增福利基金会以及市长关怀基金会各项的事工，互咱透过这对社会的关怀来宣扬上帝的听甲福音，互这个世界因为咱伫地无互伊袂记一哩。第2点，本会本主日第3礼拜中要召开本年度第1摆临时会员好会，讨论不动产的购地标的物。伫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712号3楼之6水青大楼46平点93平的办公室，土地5.2平，有2位的停车位9.33平，伫联谊咱就要来举行好会，请咱煞接，请咱掀开周报第7页，装备委员会消息第一，装备委员会有复习甲报道的课程，日期是伫9月12开始，拢总有8节课，每周日上午甲下暗各开一班，上午伫10点到11点半，教室伫12楼的礼拜堂，下暗时是7点半到9点，教室伫7楼的礼拜堂，请咱踮意来参与。讲师是蔡正道专业牧师。第2项102年第2学期的奖学金，对即礼拜开始到9月7日为止，会当来申请。详细内容请咱家己看。而且要补充报告。有一项就是世界运动会要征求花博公园的宣教接待服务的事工，伫8月14号下暗时8点到9点半，伫9楼裴牧师伫遐要做事工的说明甲分享，请咱同学有会当来参与的，会当。伫遐来上即个课程，以上的报告，煞接要请咱福林园区蔡宏文执行长来做事工的分享。敬爱的牧长，敬爱所有的在座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就是对啊，就是拄则蔡牧师所讲，咱常年教会伫社会服务的事工内底，有一项是叫做常年安养中心。伫1993年，咱常年教会当时的牧长兄姐，就看见台湾高龄化的社会已经达到7%，也就是联合国咧讲的高龄化的社会。所以，咱伫1995年就开始伫三芝这个所在来规划、来设计、来兴建以及来设立。即马即个常年安养中心，伫遐有照顾服务432位或者的士大人，中间嘛有身体会当自理或者的士大人，嘛有需要逐工照顾坐轮椅，还是倒伫床轮，还是插管或者的士大人，甚至有失智、失智症或者的士大人的照顾。咱常年教会正会友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甲学生洗骹即种的精神，已经经过20年，伫三芝即个所在。小等咱特别伫影片内底，搁一摆来看、来回想上帝互咱常年教会每一位兄姐、同齐伫咧关心、带导、甲奉献来支持即个事工。所以，咱今年要联合咱常年教会的视障关怀基金会，以及咱的常年社会慈善福利基金会，做伙伫10月28，请大家把这个时间记起来。10月28的拜六上午10点到11点半，咱要伫这个所在来多谢咱安养中心的阿公阿嬷，多谢这个家属，多谢咱的兄姐、长级以及社会人士，以及咱的政府单位对咱的关心、支持甲指导。所以，咱要用感恩的一个音乐会，经过这10年来甲大家说多谢。接下来咱来看咱安养中心伫遮所做的遮个事工。1993年，双联教会体认到照顾老人的责任与使命，开始积极筹建双联社会福利园区，包含了老人安养中心的规划与兴建。2000年，双联安养中心正式开幕启用，接着在2003与2010年陆续扩建完成，达到现今占地将近12000平，居住432位长者的规模。本中心面临北海岸浅水湾，背倚大屯山，美景天成，环境清幽，并提供多层级连续性照顾服务，是一处温馨宜人的家园。长者住房区规划有设备完善的安养单人房及双人房、养护长者房以及失智症照顾专区，提供安养、养护与失智症长者的生活照顾，以及老人照顾研究服务、灵性关怀、宗教服务之外，更延续提供安宁照顾与临终关怀服务，能满足老有所终的全人需求。遮个环境，互咱实在互人大吼，上面只有享受啦。
室内的公共空间规划以延续长者昔日社区生活的机能为目标，设置了特约门诊间、牙科诊疗室、复健室、健身房、电脑图书室、学习教室、提款机、美容院、咖啡厅、景观餐厅、礼拜堂、表演厅等丰富多元的公共设施，也办理松年大学，鼓励长辈分享授课，展现活到老、学到老、服务到老的精神。本中心更设置了家属陪伴房，让为人子女者常有陪伴父母的机会与空间，也让爸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的天伦乐持续在双连。我回来主要目的就是来看母亲的，所以那我就住在这儿。那实际上就说在这边的各方面的配备都很好。为了栽培更多年轻人来参与老人照顾工作，本中心跟许多大专院校相关科系建立产学合作的制度，让学生到中心实习与建教服务，培养台湾年轻世代的长照人力。在累积多年的老人照顾实务经验后，我们也结合政府补助方案、厂商自造技术、专业学术研究等资源，共同研发长者在生活中资通讯及照顾层面的使用产品。这些不仅是双连安养中心与一般的照顾机构不同的地方，更是希望能对未来社会有所贡献的使命与责任感。双连安养中心从2000年开办服务至今，连续每届获得中央政府及新北市政府老人福利机构评鉴绩优，也广受社会各界的支持与热心赞助。这不仅是对双连社会价值的肯定，更是对双连信仰价值的认同。回归到圣经中的训勉，服务在最微小的人身上，就是服务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双连安养中心学习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精神与谦卑的态度，努力使长者得到有尊严、身心灵并重的全人照顾。我们期待能将双连以长者为尊、以服务为荣的理念与经验，代代地传承下去。最后要伫即个所在，甲咱兄弟三甲分享，伫咱今仔日周报内底，有一份咱今年特别要为着遮个失智的遮个士大人来募款的一份的分享的单伫即个单的正面的左上角有一句咱今年推动即个感恩的一句主题，这个主题叫做"因为我们在，爱不曾被遗忘"。唔知方便无？咱做伙用华语来甲读一摆，好无？因为我们在，爱不曾被遗忘。多谢。伫后壁显过来，左下角有一个邮政划拨的账号。如果咱若有感动，也是邀请咱的亲人朋友
伫今年度会当为着咱双联安养中心咧照顾遮个失智的士大人的经费来做关心、甲支持以及奉献。最后，毋望伫今年的10月28上午10点到11点来甲咱3个单位，就是咱双联安养中心以外，阁有咱的视障基金会以及咱的双联社会慈善基金会做伙来做20年回顾的感恩的音乐会。多谢大家平安。咱再来复习一遍吼，因为我们在，爱不曾被遗忘。吼，这咱常常提醒咱吼，因为你甲我大家用心，互上帝听会当，真正伫即世间来实现。咱也持续的为着咱所推动的逐项社会福利事工来祈祷。请大家会当伫即个10月28，咱的感恩音乐会。互咱搁呼吁搁较侪人来关心，为着这代志来代祷。即个时阵，牧师来介绍新的朋友。第一位是曾淑芬，曾淑芬、苏婉萍，因是母女伫咱的中间，毋知伫倒位？外面第二拍无啊，伫遐伫遐第二位是林怡慧律师，欢迎。第三位是张慈娟小姐，后面第四位是蔡玉玲小姐，你虽然看起来甲我无相款，但是是阮小妹啦对美国当啊，甲两个查某囝甲伊两个查某囝，阁有一位是吴俊佳，吴俊佳礼拜五伫咱教会洗礼小姐，阁有陈云娇小姐，又伫外面好，来阁有。阁有廖万世先生，伫遮后壁。阁有刘一凡、谢慧琪夫妇，伫遮欢迎。阁有一位对意大利来Umberto 甲慧仪伫咱中间，欢迎。搁咱有看见安养中心的同工带执行长甲长娘林妙院长、搁国光长老好，请坐其他有第一遍来无介绍到咱等下要准备心来召开好会即回好会了讨论一个题目就是讲咱要共同来。
这是请咱来吟上吟507首，荣光归乎圣父上帝。吟诗煞，请蔡牧师来祝祷，请起立507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阮强受车欠。不需要再提这些会完，咱在灵修室啊。